妹妹非常很感动，我们的杨老板小姐像菩萨心一样，照顾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员工，还有照顾大家，她是我心目中的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心，我们很爱她，大家呢有没有很爱她？很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边宣布大家，我永远去报感觉吧。在这边我不离开，在这边工作，在这边生活，希望大家继续听妹妹，支持鼓励妹妹，妹妹会不一样的表演，以后呢精彩的给大家看，芭比舞啊，空间抖啊，什么都有了。现在妹妹减肥当中，少出一点，现在有一点胖，行动有一点笨笨的看起来，等苗条的时候，很多才艺都献给大家。